喂，你好。而家係2025年11月29號星期六晏晝5點鐘。大家好，我係嚟自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嘅訓練經理關惠芝。聖約翰對於今個星期三大埔宏福苑火災事件深表悲痛。過去幾日，整個社會大眾市民，無論係直接或者間接，都接收咗好多火災後嘅資訊，甚至受到事件嘅波及，情緒或多或少都受到影響。聖約翰希望透過今日嘅災難情緒支援嘅講座，為大家紓解情緒，提供一啲資訊。喺呢個咁艱難嘅時候咧，希望為呢個社會去加下油、打下氣，亦都舒下壓嘅。咁首先介紹一下今日嘅講座嘅主持人黃顯強醫生。
黃醫生咧係聖約翰救傷會公關及內務委員會嘅主席，同時咧亦都係聖約翰救傷隊訓練總區嘅助理總監。我哋依家將時間交俾黃醫生。係，唔該晒關經理，大家好。咁今日咧，我哋就喺一個好唔開心嘅時間咧，但係我哋亦都係喺呢個艱難嘅時刻咧，都想幫助一啲喺香港遇到呢個災難嘅市民啦，佢哋嘅朋友或者親戚或者其他任何需要幫助嘅人士咧，去做少少嘅講座，等佢哋咧可以舒緩佢哋嘅心情。咁今日咧，我哋好榮幸就請到陳瑞冰心理治療博士咧，就為我哋做呢個題目嘅主講嘉賓嘅。咁我哋嘅題目咧就係災難情緒支援講座，內容咧係包括會講呢個災難事件所帶嚟嘅心理影響啦，點樣去調適呢個情緒，同埋話俾大家聽喺社區嗰度有啲咩情緒支援嘅資源嘅。咁其實我喺好短時間就邀請陳博士咧去幫我哋做呢一個主講嘉賓咧，咁我非常之感激佢嘅，因為佢咧一口就答應咗我哋嘅邀請啦。咁佢亦都其實係好有經驗去喺心理治療方面嘅治療嘅。咁陳瑞冰博士咧，佢係愛丁堡大學心理治療博士啦，佢亦都係香港中文大學理學碩士，喺精神健康方面嘅理學碩士，亦都係卡迪夫大學精神病學嘅理學碩士嘅。咁一陣間咧，陳博士就會為我哋講解頭先所講嘅內容啦。咁我哋咧亦都會有10至15分鐘嘅時間咧，係做呢個問答環節嘅。咁喺陳博士講解嘅期間咧，希望大家咧就熄咗你哋嘅咪，同埋我哋會做錄影去做記錄嘅。咁如果大家唔想你個樣咧係被錄影嘅話咧，你可以自己熄咗你個鏡頭啦。咁當陳博士講完佢嘅講座之後咧，咁大家就可以開咪咧就問問題嘅。咁亦都可以咧喺聊天室個位置嗰度咧打一啲字咧，講低你嘅問題。咁完咗喺完講座嘅尾端嗰度咧，就會由陳博士親自咧就向大家去解答你嘅問題噶啦。咁而家呢個時間咧都唔阻大家啦，我哋將時間交俾陳瑞冰博士嘅。唔該，多謝 Chan。好，各位朋友，你哋好。咁或者我哋就掌握而家呢個時間咧，我哋一齊過情關。咁點樣過情關咧？好，等我睇翻呢個 slide。係。我呢一個環節咧係呢個部分咧分幾個角度去睇。咁首先喺11月26號呢個災難嘅事故嘅發生嘅時候，其實無論係當事人受到災情影響嘅朋友，痛失家園，失去聯絡親人嘅聯絡，嗰一秒開始，佢哋嘅人生就遇到極大嘅轉變。咁我哋話情緒支援，我哋首先要知究竟佢呢個人生嘅轉變係對佢嘅衝擊係如何之大，不單止係對當事人啦，受災影響嘅朋友啦，佢哋親邊嘅家人、朋友、同事、鄰居、社群，甚至幅員廣到香港，甚至我哋都睇到世界各地好多嘅朋友都好關注我哋而家面對嘅歷程。咁我嘗試去用一個比較係粗略去同自己對話。其實係當我睇到呢個信息嘅時候，我代入當中，我會感覺究竟佢哋面對咩人生嘅轉變呢？咁我就借用 LifeRace 嘅 Stress 嘅 Inventory 去分析人生轉變嘅壓力量表。咁其實呢個已經係大半世紀一個嘅量表嚟嘅，有43項。咁我嘗試諗，
如果我哋喺人生裏面，究竟我可唔可以活得好，或者係能夠過到呢一個難關呢？其實我哋要睇嘅唔係淨係2025年11月26號嗰一刻發生嘅事，我哋要推前到睇，就係話過去一年2025年到而家，我哋已經係邁向2025年嘅年尾啦，仲有31日多。就已經係踏入新嘅一年。如果喺2025年我哋嘅人生嘅事件簿啊，衝擊我哋嘅人生事件簿唔係多，而我哋係平平安安咁過活咧，可能呢個難關嘅衝擊係大，但係可能我哋嘅承受嗰個能力都仲可以有呢個承受力。但係如果我哋回望喺2025年1月，淨係用一年嚟睇啊！我哋唔好再講之前呢一年，如果發現到自己本身喺呢一件災難嘅事未發生，我已經遇到好多生活嘅事件，而係令到自己個壓力已經係偏向高，同埋已經有個情緒困擾嘅時候咧，坦白講，呢個就會係對自己嚟一個最後一根嘅稻草。咁點解咁講咧？因為如果睇翻人生轉變嘅壓力表裏面，佢每一個壓力事件咧都會有一個嘅指標。咁如果簡單量化嚟講，就係話如果遇到配偶嘅死亡，喺呢件事裏面不難發現到，我哋喺電視機咧、喺新聞咧都睇到好多嘅哀鳴，好多嘅用電話去聯絡，知道失望、絕望，家庭親密朋友死亡。你見到頭嗰5項嘅生活事件表，已經係講緊死亡、受到傷害、身體嘅傷害，或者係燒傷、心靈嘅創傷、家庭成員嘅健康。如果因為呢件事而誘發咗佢哋原本有嘅病患，如果係長期嘅病患者咧，可能呢一件事裏面就更加重咗佢哋嘅身心嘅健康嘅問題。喺呢個衝擊之下，不單止係我用4個字，不單止係家毀人亡，仲要整個人要去調整自己，職務上、工作上重新調整自己啦，去回應未來要遇見嘅衝擊改變。自己嘅收入情況可能受到改變，親密嘅朋友或者唔係淨係自己屋企人，甚至可能大家親密嘅朋友、親密嘅鄰居或者等等嘅死亡，呢一下子所有1波、2波、3波，其實係衝擊晒所有人、當事人或者周邊人嘅情緒同埋佢哋嘅壓力。如果自己本身仲係要供緊樓，仲有好多嘅支出，你諗埋工作上可能會改變，將會面對生活環境搬遷啦。可能甚至搬遷之後誘發嘅轉學啦，呢不明朗嘅因素，甚至連自己正常基本嘅家庭社交嘅活動、睡眠習慣啦、聚會等等咧，全部咧係一下子兵敗如山倒。如果我將自己代入去計呢條數，呢條數點樣計咧？呢個係好粗略，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算盤，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一條數。咁如果我話我未來2026年會唔會過得好？咩叫過得好啊？最基本我會唔會有病先？唔好講話所有咩叫過得好，我會唔會誘發我自己嘅身體嘅健康問題？咁喺呢個人生改變嘅壓力嗰個量表裏面就話，其實我哋可以睇得到。將會2026年我未來嗰一年，我究竟會唔會有機會患重病？唔係講嘅簡單嘅輕微等等，因為呢個係一個持久戰，亦會令到佢成個身體個承受壓力stress 壓力嘅荷爾蒙等等咧，同埋我哋自己嘅 immune system 等等都會受到衝擊。所以如果計條數去話150分以下，就未來好啦，起碼至少個健康都應該安穩嘅。如果你嘅壓力指數150分至300分咧，有50% 有機會係患重病。如果超過300分咧，未來嗰年
有成超過80%有機會係患重病。如果我哋唔小心去應對呢一個衝擊，加埋之前自己喺過去1年每一個人所面對嘅壓力嘅指數幾高呢？自己心裏面有一個算盤先。因為我哋會話，如果持久嘅壓力、長期嘅出現壓力、面對壓力嘅時候，開頭嘅時候，我哋都會有一種叫做抗逆力啊，我哋都會頂得到，甚至可能咧表現啊效率咧都好高，因為將所有精力、心思放晒落去支撐住自己，可能發揮到好高個效能，好似發現到咧仲比平時咧更勇猛。但係如果當呢個情緒嘅警覺嘅程度去持久，不能夠停下來，即係等於一個警鐘永遠長鳴，其實就已經去到一個咩啦？頂唔住。亦即係話，如果我哋不能夠正視呢一個嘅持久度、長期嘅情緒嘅繃緊，即係我講緊2025年到而家喎，而加埋呢一次嘅震爆嘅話咧，坦白講，未來2026年咧，我哋會見到我哋唔想見到，但我哋需要面對嘅就係好多新面對當下嘅困難嘅朋友嘅情緒困擾啦，好多嘅爭執啦、拗撬啦，因為已經情緒係不能夠係理智有意識去管理，甚至可能跌落去精神疾患、抑鬱症啊、焦慮症等等。咁所以我哋要點樣去處理去睇咧？咁如果我將我自己代落去嘅時候，我頭先計嗰條數，我將呢啲數如果計晒落去啦，586，你可能問有冇咁誇張？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問自己，苦心自問，如果逆地如此，條數係高定低咧？我哋不能夠批判性去話你有冇咁誇張。所以第一個角度就係話，當我哋面對人生轉變壓力嘅時候，我哋第一件事唔好帶有批判性嘅眼鏡去話你應該點，或者冇可能係咁。OK，呢個係第一個我做一個開場白，就係話我哋講情緒管理，唔係淨係話點樣去令到自己安穩啊，喺呢件事度個情緒會回復翻，快啲冇事，快啲翻去正常工作，快啲，唔好諗住快啲，呢個冇得快。點解冇得快啊？因為我哋要處理好多嘢。當事人要處理嘅嘢係好多，佢個情緒警覺已經係着咗一個危險嘅信號，包括已經開始安排進行，譬如認屍啦等等呢啲高壓力嘅歷程啦，接受永遠嘅失去啦，接受自己重新要去面對新嘅改變啦。咁所以呢個壓力係點樣衝擊我哋咧？簡單啲，唔講太多理論，我哋淨係話環境嘅要求，要我哋點樣回應。而呢個環境嘅要求，如果冇一個時間，冇一個心理準備，冇一個預測性嘅時候，突然殺埋嚟，等於你一次過一個致命嘅交通意外衝埋嚟秒殺嘅話咧，成個身體包括大腦、心肝脾肺腎乜嘢都受到衝擊，所有嘅反應咧都係不能夠預計，殺個措手不及。咁就睇我哋個人嘅因應能力啦。我頂唔頂得到，亦即係睇我平時處理嘅 coping 嗰個 strategy 應對嘅能力策略，我有冇足夠嘅平時？如果我有足夠嘅支援網絡，我平時有好強烈嘅人際關係等等，我係一個有遇到困難，我勇於主動尋求協助咧，呢一個難關，某個程度上係能夠得到支援，然後承托到。但係如果我平時都係單打獨鬥、孤軍作戰咧，唔好意思，
呢個困難就非常之大。我哋試下用呢一個嘅簡單嘅腦呢個圖咧，我哋唔好睇得咁複雜，亦唔需要咁複雜。我哋就需要知道究竟嗰個秒殺嘅衝擊，完全冇預警，完全冇任何嘅信息，就係令到我自己改變晒成個人生嘅一個嘅版圖。一個環境裏面持嘅一個強烈嘅負面嘅信息，包括威脅、壓力。我頭先講緊係唔係淨係嗰件事，仲係過去一年裏面。如果我持續有呢啲嘅強烈負面嘅信息、威脅、壓力，佢係會改變咗我嘅大腦裏面嘅認知功能，潛移默化係已經改變緊。我嘅大腦其實已經係，究竟我大腦運作正唔正常咧？我嘅認知功能好唔好咧？其實而家係講緊唔係嗰一秒，而係話平時我自己能夠照顧好我嘅身心狀態。因為如果當個秒殺衝入嚟嘅一個衝擊嘅話咧，佢首先第一件事衝入去咩咧？就係我哋嘅邊緣嘅呢個區域，就係裡面包括咗我哋嘅海馬湖啊等等，我哋所謂嘅杏仁核，就係我哋嘅記憶咧、情緒嘅管理。佢會衝咗落嚟嘅時候，我哋如果平時我哋不能夠冷靜，沒有一個所謂叫冷靜自己去停下來，因為太大嘅衝擊嘅時候咧，呢一個不能去處理，將一個有效嘅危險嘅信息，能夠有空間啊，將佢慢慢按下穩定下來，然後俾我哋自己大腦裡面嘅回路，我哋有一個 neural circuit 個回路，將呢啲恐怖嘅信息慢慢能夠安穩傳遞翻上去大腦裡面個皮質層，係一個高階嘅消化。佢有空間俾我哋去梳理整頓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會能夠有效發出一個比較有方向性、有執行性、有呢一個意識性嘅一個行為嘅反應。所以點解我哋話喺過去嗰兩日嘅時候，我哋見到大家會嘅情緒係高漲到係完全平時我唔會咁歇斯底里去叫喊、呼喊、哀求。因為根本冇可能將呢啲所謂我平時我可以控制自己情緒咧，我冇呢一個空間俾我傳送上去。咁即係話我哋大腦其實已經係被呢一個嘅經歷咧係騎劫咗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我哋而家講緊係我哋而家講緊只係短短嘅2日，而家今日係第3日咋。但係呢一個嘅衝擊嘅時候係急性嘅壓力就會係，我相信坊間都會見到好多媒體咧，好多咧專業嘅人士咧喺不同嘅地方咧都分享佢哋自己呢一方面嘅認識，但我就唔會多講，我只係簡單提示就係分享咧，應該簡單分享就係急性嘅壓力症咧係代表乜嘢咧？就係當一個人親身經歷咗同埋目睹到重大嘅創傷事件，包括咩前線嘅救護人員，包括當時裡面當然嘅我哋在場外圍等等，我哋親身經歷目睹咧，其實已經好震撼，對我哋自己好震撼。當我哋喺持久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會係感受到威脅、恐懼、恐慌，而觸發咗我哋嘅身體同埋神經出現咗短暫嘅壓力嘅反應。我哋會好焦慮、擔心，我哋會不斷，因為仲有好多不知未知數，包括仲有好多我哋失聯嘅人嘅數字，或者係人我哋未聯絡到，我哋整個人係被帶入咗一個不知嘅未來，我哋係處於一個焦慮嘅狀態。咁所以話呢個症狀其實如果係件事發生持續3至1個月，其實我哋可能如果你唔能夠得到有效嘅支援嘅時候，其實呢個症狀我哋要好小心，可能慢慢對某一啲部分嘅朋友嚟講咧，可能會引發更嚴重嘅一啲嘅情緒嘅疾患，包括創傷後遺症。咁所以如果我哋自己無論點都好，我哋首先要照顧自己嘅精神心理嘅健康，自己嘅情緒狀態，我哋就有個關愛自己、留意自己嘅狀態，包括自己有冇持久地有震驚啦，
恐懼啦、焦慮啦、困惑啦、失眠啦、憤怒啦、無力感。如果所有呢一啲不同嘅情況，同一家人、同一批朋友，完全有唔同嘅情緒反應，我只可以話好唔好意思。呢個係一個極度不尋常嘅情緒會出現嘅一個反應，我哋要容納佢啊！我哋要承認我哋有呢一個情緒，我哋唔需要覺得羞恥，我唔需要咧話啊我可以，係唔可以就唔可以。所以第一件事情緒管理，第一件事我要承認我當下有呢個情緒，不用羞恥。第二，我哋承認咗之後，我哋就可以學習去點樣去正視，去點樣去將佢抒發佢出嚟。咁陣間我稍後會分享點樣去承認、抒發同埋將佢係化解嚇。咁所以我第一件事邀請，如果你有呢啲嘅情緒反應咧，請接受自己，甚至坦白講，愛惜自己，因為你係當中嘅受害者。第二，我哋留意自己嘅情緒嘅變化，持續嘅發噩夢啊、創傷嘅情景出現啊、明顯失眠啊、情緒低落啊、好難專注啊、感到內疚絕望啊、返工都要日常工作好難。坦白講，我哋如果發現到維持一段時間，包括1個月，或者其實有啲嘅醫學裏面建議都，如果你感覺自己2個星期已經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都請你主動同你哋嘅醫生，你信任醫生朋友去尋求協助。如果你發現自己甚至有個念頭嗱，我哋好中國人或者傳統嚟講，都唔係淨係中國人，我哋即係好多，就算我曾經喺西方嘅社會啦住過都好啦，其實好多人唔敢講有自殺嘅想法。其實我哋要正視就係話，當我哋極端呢嘅情況之下咧，有一個嘅想法，我哋唔好去批判自己，反而呢個想法其實係一個求助嘅信號，因為我已經覺得自己不能夠去處理，我已經覺得無能，即係個無力感太強。咁反而講，我哋聽到身邊嘅朋友，或者甚至佢哋講話，我都覺得生無可戀啊，我都唔知為乜而生啊，我再活係為乜嘢啊？如果聽到呢啲説話咧，其實我哋就要醒覺、聆聽，甚至可以問你可唔可以多講你而家嘅感覺俾我聽，因為我哋容許佢聽，而唔係話唔好咁樣諗。第一件事，你一講呢句説話咧，對唔住，你已經落咗個大閘，對方唔會再同你講，佢再一個深刻裏面嘅哀求啦。咁所以我哋第一件事，我哋要係學懂去打開呢一個耳仔，特別當人想講佢有呢啲嘅想法或者感受嘅時候，咁我哋要點樣處理咧？每一日都係一個學習。每一秒都係一個學習，我哋就學習覺察。我哋唔想自己都跌落呢一個嘅情緒嘅漩渦，我哋就唔好跟車太貼，停一停，俾個大腦有個空間消化下先。個大腦比任何高階嘅電腦更寶貴、更重要，乜 AI 都不能取代我哋嘅人腦。所以我哋要話俾自己聽，我個腦係最寶貴，我個腦係已經收咗太多個資訊，係不合理、不尋常、太快、太威脅性嘅資訊。同自己講，我要停一停，適度減少媒體嘅接觸。呢個唔係一個口號，而家係一個需要。因為我要將呢一個威脅嘅信號咧，唔好持續咁樣俾佢入侵再入侵。一個信息收到夠啦，幾多個數字嘅傷亡？坦白講，一個傷亡已經係一個重要嘅數字。多1個0、2個0，其實坦白講，已經係足以生命嘅損失，就已經話俾我聽，我哋已經係面對哀傷重大嘅事件。所以我哋容許自己避免長時間
而家啲新聞好犀利嘅，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都係同一條片嘅啫。所以如果你覺得可以嘅話，都話俾自己聽，唔需要追，除非你有特殊嘅工作任務嘅啫。否則我哋平民百姓根本唔需要秒秒追住個新聞，去追住嗰條數，因為咁樣會加劇我哋嘅情緒困擾。所以第一件事，減低去睇呢啲資訊，俾自己暫時遠離、抽離呢啲資訊，等我個大腦身心唔好不停咁樣去回應我哋嘅需要。你話我哋個腦叻，係佢叻；你話佢蠢，坦白講佢都幾蠢，因為佢好聽你點啊。我哋係腦嘅老闆，你點即係點意思即係你叫佢做乜咧，佢都會做乜。因為我記得有一個嘅當事人同我講，我好效率好高，我哋點樣高啊？我夜晚瞓覺啊，咁係好好啊。但我瞓覺之前同我腦講話，我第二朝咧，我需要起身嘅時候有答案。咁你會聽到呢位朋友有冇休息咧？個大腦有冇休息咧？佢大腦真係聽到指令，真係唔休息，好 hyper 好高嘅一個 alert 去運算。咁個腦有啲如何冇 burn out 咧？我哋認知功能慢慢你就透支，等於銀行透支，係不能還嘅。好，第二我哋就會講調節情緒啦。調節情緒咧，就即係我要喺唔同階段點樣調節咧？我哋就要學識建立自己先。嗱，我每一次都講自己唔係自私，自己愛自己 self care 啦，就係你等於你懂得去愛你關心嘅人。咁我有咩嘅精神健康急救箱咧？簡單啲嚟講，有幾個層面我哋要睇嘅。第一，我持續情緒高漲，我不能夠咧，即係運作，我日常生活都受佢騎劫啦。我個腦成日都係俾嗰啲影像啊等等嘅嘢咧霸晒我，用晒我所有嘅咧大腦裡面所有嘅 bytes 或者我可以運算嘅數據啦。唔該，分散自己注意力。出去行下運動，約朋友。嗱，可能你會聽到話咁大件事出去仲去運動。嗱，有陣時我哋唔明白咧，我哋會好奇怪，有啲人會話你唔係應該好傷心嘅咩？因為我哋好多時我哋冇呢一方面嘅教育啊，好對唔住咁講，我哋嘅教育好多方面都好成功，但係呢一方面人本嘅教育、情感嘅教育真係超級落後。當一個人懂得去調節自己、分散注意力，其實佢係情緒同埋智商係非常高嘅人，因為佢知道我要行嘅路係要更長、更遠、更安穩。所以容許自己出去運動、約會朋友，唔好覺得有內疚、shame， 係一定要收喺角落，一定要係好哀傷，唔需要俾自己有呢一個嘅權利嚇。咁但係如果當我哋發現到自己好一個咧，就係分散注意力啊，同即係同朋友啊或者係傾偈啦。但係當自己好焦躁啦，好掹整啊，情緒有陣時好哀傷，有陣時好掹整好燥，有陣時唔講嘢，完全係整日就係可能係冇反應添，成個人係麻木咗。無論你嘅情緒高漲好繃緊好好大嘅情緒嘅波動咧，呢啲都係一個喺此時特殊嘅情況之下一個所謂叫做正常嘅反應。咁我哋要點樣去幫自己咧？一個身體自己噶嘛，我哋可以即係話身體就係一年365日早晚24小時7日24小時都係跟住自己啦。咁即係降溫降壓咧，某程度上都係靠自己。咁我哋最簡單、最唔使錢、最冇地方限制嘅咧，就係學識深呼吸方法。深呼吸方法。同埋，如果我成日都會諗將來點啊，下一秒點嘅時候，我哋要學專注當下，亦即係靜觀練習。咁我哋睇下有啲咩叫深呼吸方法唔使錢嘅咧？你唔需要買嘅咧，就係呢一個職安局其實已經係推廣好耐。我相信如果有朋友咧，可能都好熟悉呢個478。
咁4、7、8加埋幾多咧？即係19秒，即係一組嘅，即係呢一下嘅呢一組嘅呼吸咧，都係唔使20秒，1分鐘60秒，已經做咗3組嘅一個嘅運動嚇，心理嘅情緒調節嘅，減低身體裏面嘅過敏嘅反應。咁所以如果當你感覺到平時冇嘢都好，練下呢一個咧深呼吸嘅方法，係幫我哋可以減慢我哋自己個急躁啊、過敏嘅反應嘅。咁不如大家試一試啊！4就即係話我哋吸空氣入去，自己心裏面數4下啦。閉氣7秒，等啲氧氣慢慢可以有空間運轉，係喺我哋身體裏面停留。所以我哋4、7 hold 住自己數7下，8呼翻佢出嚟，再做4、7、8，坐喺度又好，或者行又好，都可以做嘅。4、7、8之外咧，咁因為時間有限啦，咁我哋未必有時間睇下陣間我哋嘅時間係點，可以做靜觀練習。呢個係新心靈 New Life，咁我都想分享嘅。其實佢哋製作咗咧好多套14套呢一個嘅 mindfulness 嘅3分鐘啊，一啲好短嘅短片，幫我哋係靜觀同埋活在當下。咁其實呢一個製作咧都係喺疫情 COVID-19 嘅時候咧，好多人困咗喺屋企嘅時候咧，我哋點樣調節身心咧？咁嗰陣時已經係推介嘅啦。咁我希望大家可以稍後一個PowerPoint slide 會同大家分享嘅。咁所以到時你哋可以咧上翻去自己去揾翻呢一個嘅網。咁所以無論而家喺在場裡面嘅朋友啦，無論你哋喺咩嘅地方都好啦，只要你有一個手機。有個headphone 就可以選取你自己覺得適合幫助你自己嘅呼吸，或者你自己伸展，或者搭車等等，或者我食嘢嘅時候，我點樣可以咧有個 mindfulness 去食嘢啦，令到自己提升翻我食嘢嗰個感覺咧，唔好講話興趣啊，而係嗰個即係有食嘢嗰個推動力等等啦。好，睡眠，我諗調整情緒咧，最緊要就搞掂瞓覺，因為呢一個情況咧係會呢一個衝擊係會第一件事影響我哋睡眠嘅質素。咁所以如果我哋發現到自己好難瞓覺啊，瞓咗30分鐘咧左右自己瞓唔到啦，半夜就會成日都醒啊，或者比預期早醒咗啊等等咧，睡眠質素瞓咗之後都覺得仲冇瞓過啊等等。簡單啲嘅參考就係，如果失眠呢個情況啦，如果以往你都有，而家可能更加會惡化嘅。以往冇，而家你發現到有咧，其實呢一個都係身體裏面一個調整，但係可能係未能夠揾翻個均衡。咁如果你發現到持續咗成1個月咧，其實可能已經係產生咗一種叫急性嘅失眠。如果持久越嚟越耐咧，就呢個係慢性失眠，更加要正視。咁請咧就唔好自己隨便走去買安眠藥食，真係同你嘅醫生去講你嘅情況，由佢哋嘅處方咧係比較安全好多嘅。咁喺度良好嘅睡眠習慣，我唔多講，因為都有啲嘅普遍嘅一個即係大家認知。我想提醒就係第9點，因為我成日講我腦啊，我哋要保持個腦清空個大腦咧。頭先我講一個分享就係話個朋友話我瞓覺㗎，不過我話俾個大腦聽，你要下一瞓醒之後俾個答案我。其實我哋就係冇俾個大腦清空個大腦，所以如果你好多嘢諗，好多嘢想做，甚至有啲好重要嘅事情將要去做災難嘅朋友，未來呢日子有好多嘢要做，好多好多好多。我哋成日都話我好多嘢做，好多嘢做，我唔知做邊樣先啊，我都唔知點樣做。佢哋會有好咁樣個講法，我好多啦，我唔知啦，都唔知做邊樣先，先後次序亂咗，太多嘢，一個腦唔可以去消化。咁首先，如果覺得多嘅時候，寫低佢啦。我哋唔需要咁早同佢排先後次序咯。個腦裡面，譬如俾自己5分鐘瞓覺之前，佢彈出嚟嗰啲，肯定你係最覺得重要。肯定意思即係，起碼你成日都掛住佢嘛。咁啊寫咗佢出嚟，好安心話俾自己聽。我寫低咗啦。咁我而家容許自己安心去瞓覺先。
咁就留低呢樣嘢去下一日先去處理。OK，好啦，咁我哋頭先講搞掂自己先，搞掂自己嘅身心大腦，唔好混沌嚇。咁我哋情緒，我哋點去管理咧？我哋頭先講咗，就係我哋呼吸嘅方法係好緊要嘅，同朋友聯絡，自己去做運動，呢啲全部都係最基本、最基本，亦係最重要嘅求生本能。好啦，跟住另外一個強心針係咩咧？就喺災難裏面最殘酷嘅就係打散嘢，乜都俾佢一次過咧係爆破晒、散晒。散晒嘅時候，我就要凝聚啦。凝聚頭先我哋講過去嗰2星期，其實我哋睇到好震撼性嘅凝聚，自發所有朋友用佢哋所有嘅資源，佢哋係推出去分享，去消除障礙。地方消除障礙，冇得瞓消除障礙啊！冇物資提供物資啊！等等，我哋有情緒支援，其實呢啲就係個凝聚力。凝聚乜嘢啊？俾翻個歸屬感啊！我哋冇歸屬感咧，我哋就會覺得係飄移，好迷茫，好冇根啊！冇根即係唔紮實，唔紮實就好虛，好飄。咁所以我哋要點樣去維持呢一個嘅凝聚力咧？其實最重要就係我哋每一位朋友唔需要，好坦白講，係唔需要上幾百個鐘頭去學一個聆聽心，因為我哋聆聽本身就係我哋只要關心我哋身邊人嘅時候，我哋其實就以一個聆聽嘅能力，但我哋要強化呢個心啊，個心力啊。聆聽嘅能力有，個心力喺邊度嚟咧？因為當我哋自己個心理狀況、身心狀況都唔好嘅時候，我何來有呢個心力去承托你倒埋嚟嘅震撼性嘅負面情緒咧？咁所以我希望無論我哋自己係照顧者啦、朋友啦、同事啦等等，或者甚至我哋老師啦、醫護人員啦等等，問心先，了解自己而家嘅心理狀況。如果自己都係其中當前遇到呢一個災害嘅時候咧，其實無論你係我哋係任何咩專業都好咧，其實我哋係受害者嘅時候，我哋就可能要退下我哋自己嘅角色，去邀請有心力當時佢哋嗰個承托力強嘅人去接棒。所以我哋問咗自己，可唔可以做一個有心力嘅聆聽者先？咁自己係咪同時見證嘅災難咧？同時自己都已經係覺得自己頭先我講嘅所有嘅壓力已經出現啲症狀咧？係嘅話，請話俾自己聽 ，no，能夠容許自己講 no，其實就係一個嘅承擔力嚟嘅，唔係推卸責。no 係因為如果我做得唔好嘅時候，可能我會將我嘅負面情緒再投射一次俾我要照顧嘅人嘅時候，其實咁就會係共振，就唔係共同承托噶啦。所以一個人震，但係你自己、我自己都震，保持唔到咧，我哋就會共振，就會再加深個傷害噶啦。咁如果做到一個有心有力嘅聆聽者嘅時候咧，簡單嚟講，一定要有個寧靜嘅空間，唔好喺一個地方度仲俾人周圍見到聽你講嘢。雖然可能呢一個咧我哋避免唔到，但係盡可能，如果你見到一個當時嘅情緒好高漲，可能要邀請佢去一個角落，無論係個社區會堂邊個角落啊，比較少人行到埋嚟滋擾嘅時候，我哋係用心聆聽，或者有啲 screen 啦、分隔啦。喺聆聽嘅時候，我哋要留意我哋自己對眼有冇眼神接觸，因為有陣時我哋會個身體會出賣我哋自己。當我哋講一啲好震撼嘅經歷嘅時候，包括認為睇相片嘅時候啊，見到啲乜嘢，可能佢唔會諗你承唔承受得到，佢就會倒出嚟嘅時候。所以如果我哋嘅眼神閃縮，我哋唔敢去望，溫柔去望嘅時候咧，其實對方係好敏感嘅，所以我哋要保持一個安穩嘅眼神去接觸啦。好耐性去包容佢哋任何咩嘅情緒咧，佢猛整咧發脾氣，甚至向你發脾氣，
可能係唔關你事，但係佢真係當咗你，佢唔知你係邊位，佢鬧你添，推開你，你行埋，你唔好行埋嚟啊！佢可以有呢個情緒，請你容納呢啲情緒，佢唔係對你，佢係對自己嘅狀況係不能夠承托啫。咁所以我哋可能好溫柔同佢講，我陪住你。如果你想分享嘅時候，我願意聆聽。我哋唔需要不斷去問發生咩事啊？點解啊？做咩事啊？唔需要嚇。咁我哋不批判嘅唔好做批判嘅評論啦。因為每一個人嘅經歷，頭先我講過2025年嘅成個歷程，可能每一個人經歷都唔同。唔好否定佢嘅情緒反應啦，提佢推開你，我叫你唔好啊嘛，你行埋，你行埋嚟做乜嘢？你唔需要自己有情緒反應去否定。哇，冇搞錯，關心你咁樣對我嘅，你唔好否定，因為呢個佢就係你越能夠承托到佢，佢就會覺得能夠信任你嘅。唔好急於俾答案啦，唔好諗住俾答案佢。嗱，唔使驚㗎，我哋會諗到辦法。嗱，呢啲係過度承諾，我哋會諗到辦法。其實我都唔知係咩辦法，我哋可能只係話，我哋暫時可能我哋未能夠有一個好明確嘅方向，但我哋一齊去面對，一齊去處理，其實已經係最好嘅一個扶持啦。同埋我哋記住，情緒疏導係時間，唔好快。好，照顧者，我哋呢一個好簡單啲，因為我留意到個時間啦。咁照顧者第一件事咧，就係話我哋係生還者，亦係照顧者。生還者咧，就係其實有好多時好矛盾嘅情緒嘅。如果講照顧者作為一個生還者，佢話就係我做乜嘢要俾佢喺嗰度咧？我做咩唔早幾多分鐘翻嚟？好多嘅內疚，好多嘅自責，好多嘅憤怒。請留意呢啲嘅情緒嘅信號。甚至如果唔得，我一定要堅持落去，我要一路點都，我要撐，而冇留意自己有倦怠嘅信號咧，咁你就會坦白講，你就係第二個呢個嘅狀況嘅下一個要被幫忙嘅人㗎啦。咁我呢幅圖唔多講，但係我希望能夠提醒自己，如果我本身嘅個性，我有幾個嘅溫馨嘅提示自己，同埋同大家分享就係，我哋而家要做嘅嘢係固本培元。我相信如果有中醫嘅朋友喺度等等，或者大家對固本培元喺呢度點樣應用咧？我有能量去面對，有新動力。第一件事就係話，如果我人係好強嘅，我掂嘅，外在環境強嘅咧，做多啲，但係唔好做到盡，適可而止，俾自己時間休息。要交時間俾另外一個接棒嘅朋友咧，就交啦。唔好話我撐落去，因為如果唔係嘅時候，你就會好快就跌落咗去弱嗰度噶啦。咁如果當而家自己嘅狀況係弱，自己係無論身心狀況係唔好嘅時候咧，唔該信任人，係接納人嘅幫手，係幫你去處理問題。但係如果自己嘅個性能力強，但係周圍環境或者感覺，譬如頭先我講過，如果係孤軍作戰啊，自己以往平時都係靠自己嘅時候，冇乜嘢聯繫嘅時候咧，自己仲好自以為頂得到咧，請你愛惜自己，唔好將自己拖垮，因為最後嘅防線就係自己啦。但係如果你發現到我自己係不能承受，甚至個環境我根本係需要援助嘅時候咧，請主動求助。主動求助係一個生命嘅承擔，唔係一個脆弱嘅表現嚇。咁呢一個倦怠信號咧，我簡單啲講，如果你發現到咩咧，情緒疲憊即係個大腦已經係不能夠做運算，做嘢咩都唔係好記得啊，講咗又唔記得，睇嘢慢晒啊，認知功能受影響情緒波動，甚至心理疏離。同人咧有個即係有個好大嘅距離，完全冇聯繫啊！見到人就當人好似一啲物體化，甚至有陣時我哋會聽到點解會明明係一個好乖愛嘅人，點解我心好似冇晒感覺嘅？我好似同人聯繫唔到咧，甚至我同人哋可能平時我係一個好人，好有耐性，突然間我好猛陣好發脾氣。
就留意自己，如果有呢個持久嘅情緒咧，請你主動去尋求呢一個心理輔導啦，或者甚至係同精神科醫生理解自己嘅狀況。如果甚至有啲所謂叫危急嘅情況，有自殺念頭或者係傷害自己、傷害他人咧，我哋一醒覺有一樣嘢咧，真係要立即去尋找支援。咁呢兩個係特別我哋要關注。咁我哋都要維持自己呢一個嘅恆久嘅學識呼吸法啦。咁我最後我想用好快，對唔住，我都話減慢少少，但係可能時間上咧，我會加快少少步速。但係第二波，我頭先我哋講緊45分鐘都係第一波，但係第二波先係真波嚟嘅。咩叫真波？就係震撼嘅一波，因為我哋要正視而家其實大家當事人係面對緊失去家人，進入咗一個情緒嘅漩渦，就係哀悼與悲傷。今日南華早報已經寫咗 City in Mourning， 敲響呢一個嘅哀悼鐘。哀悼就係令我哋點解會覺得係最難處理咧？因為失去依戀啊，失去親人，失去家園，係講失去依戀。失去依戀就會強化、誘發我哋孤獨感，我哋同呢個身邊環境有個脫離、脫鈎嘅感覺，甚至會誘發咗。如果我失去過去，如果我係喺過去一年，甚至係過去我係失去連續失去摯愛親朋嘅時候咧，呢一個嘅 grief 咧，慢慢可能變成一個持久、好 complicated grief， 我哋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去處理嘅。咁所以我哋唔好忽視呢一個處理呢一個嘅哀傷處理嘅情緒嘅支援。一入咗哀傷呢一個嘅漩渦裏面咧，其實就會出現晒所有嘅我哋個冰山裏面睇到麻木、憂鬱、焦慮、迷惘等等。但係仲有好多係睇唔到其實佢好驚孤獨，但係佢唔想走出嚟。唔想係意思，佢冇能力去走出嚟，可能退縮啦，唔揾人咧，人打10幾個電話俾佢，佢一個都唔聽啦。可能心裏面好多憤怒啦。咁其實呢一大堆嘅咧情緒，都係需要一個長嘅時間去，首先俾自己去發揮自然嗰個回復嘅能力。但係回復唔到嘅時候咧，我哋就需要咧去尋求協助，因為每一個人嗰個嘅面對死亡嘅衝擊係不同，例如突發性嘅、無預備性嘅，包括呢一個咧，就已經係影響晒成個悲傷嘅復原嘅過程。我同呢一個逝者嘅關係，無論係好關係、壞關係，都可以有一個好衝擊。唔係就係話我失去我至親係愛，失去一個我哋講好有矛盾、未化解嘅親人嘅關係咧，都係更難去處理嘅。sorry，呢一個唔記得咗刪個錄像。咁我哋咧想講哀傷處理咧，其實喺自己嚟講，如果喺我跌入個哀傷嘅環境裏面咧，其實我哋大腦要重新去重繪個腦神經嘅地圖嘅。咁呢一個咧就係話，因為我哋已經係有 attachment 有依戀嘅一個網絡咧，其實散咗啦。咁我哋會問我係邊個？我完全冇晒 identity。我明明有父母，或者我有丈夫、有太太，突然間我變咗寡婦，或者我甚至原本我有兒女，我突然間變咗失去兒女。所有身份嘅重組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重組嘅過程。咁過去喺 COVID-19 嘅2年前咧，我做過一個系列關於哀傷輔導。咁而家時間我唔會多講啦，但係我會即係講就係話，我哋會係經歷嗰個節哀順變嘅旅程嘅，因為旅程係一個激流嚟嘅，同埋我哋嘅大腦咧會係不斷咧有好多個哀鳴悲傷個呼喚，我哋點樣回應大腦而能夠有效或者係適度去處理嘅時候，我哋先可以喺悲傷破繭而出。咁所以我呢一個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時候咧，稍後都可以上翻 YouTube 去睇到呢啲嘅5至10分鐘嘅短片嚟嘅。咁最後我哋點樣去幫助自己咧？就係資源啦。我、你、他，我哋可唔可以復原咧？就係
我哋要聯繫，我哋要資源，我哋要共同協作。咁呢度就係我哋社區上，我即係簡單收納咗，但係有好多個電話，有好多不同類嘅資源咧，都希望大家或者整理完之後，如果有機會，我就同大家分享。但喺情緒支援方面咧，大家都可以咧嘗試打呢啲電話嚟幫。乜嘢電話唔記得都好唔緊要，記住18111，我就係記住18111，因為唔記得咁多嘅時候，18111就會幫你去調動去唔同嘅路線㗎啦。咁我哋成個講緊咧，未來2026年啊，我哋而家行緊有一個係心靈重建嘅路線圖，行唔行到咧？其實冇得你揀嘅，係要行，係點行嘅啫。咁無論幾凌亂都好咧，我哋有一個歷程，我哋慢慢係會梳理到。只要共同行嘅時候，我哋能夠一齊共同支援、共同承托、共同發揮愛，我哋就能夠承擔不能承受嘅痛㗎啦。好，喺呢度或者我停一停，如果應該大概有10分鐘。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分享，未必一定問題，或者如果你有啲分享或者感受，我覺得我哋都可以聆聽大家嗰個心聲嘅。咁或者交個時間俾大家。好，咁啊，多謝晒陳博士咁多咁豐富咁好嘅分享嘅。咁如果大家係有嘢想分享或者係有問題嘅話咧，就請你哋開咪講啦，開咪或者問啦。大家如果有想發問嘅問題嘅話咧，響發問前麻煩舉一舉手就 OK 噶啦，我會幫你開翻個咪嘅。我哋喺聊天室嗰度咧，就有個問題就問：如果喺災難之後，我哋只可以用一句說話去鼓勵身邊嘅人，你覺得邊一句係最有力量？我會陪伴你。多謝。咁其他觀眾有冇咩問題想問啊？有另外一個問題啦，喺個聊天室嗰度就話市民睇到之後咧，點樣好好咁舒緩佢嘅情緒咧？咁佢親戚咧有家人有影響，但係人都安全嘅咁樣。咁呢個我諗係佢分享佢嗰個情況啫，呢個。如果佢屋企人有影響，其實有冇啲咩辦法幫佢舒緩咧？咁我哋首先第一件事，如果屋企人咧，我即係譬如例如咁講啦，如果我哋家中家人首先係同住，定係唔係同住，而係話譬如話聽到有睇下個個家人嗰個嘅關係，因為頭先講嘅家人，如果大家平時嗰個嘅相處都非常之融洽、融和嘅時候，其實大家保持聯絡、溝通，具體講出自己嘅需要。因為喺災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除咗心靈嘅支援之下，我哋就係需要實際嘅支援。亦即係話，如果喺呢個衝擊裏面，佢有啲咩嘅實質上嘅需要，例如有啲嘅家庭，如果佢有小朋友需要人幫佢睇住，或者如果佢日常買嘢唔方便等等，我哋可以幫到啲咩實際嘅需要咧？咁可能我哋可以具體話，如果你有啲咩嘅需要，你係可以話俾我聽，我可以做到嘅，我哋就會分工合作。
去處理咗首先實際嘅需要，因為喺人嘅基本，當我哋遇到衝擊嘅時候咧，首先我哋就要安穩、安全，就包括我嘅日常需要係咪得到即係呢一個嘅提供，又跟住我哋能夠安穩喺實際嘅生活上嘅需要得到係安排嘅時候咧，咁我先會有空間去處理個心情。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唔好擔心或者乜嘢嘅時候，但我真係擔心喎，我小朋友返學邊個去湊佢啊？我屋企人要覆診喎，邊個陪佢啊？如果我哋冇呢個實際嘅幫助嘅時候咧，你叫佢唔擔心，其實佢就會覺得根本就係一個無效嘅一個安慰咯。嗯，好。咁啊，有個觀眾咧就問咧，就話如果有朋友嘅家園啊，因為今次火災受損咧，咁嚟緊我哋都有聖誕節啊、新年啊，再遲啲就農曆新年啊，咁我哋應該點樣關心我哋呢啲家園受損嘅朋友咧？每逢佳節倍思親，佢哋嘅心情係一定非常之沉重嘅。佢哋係會可能選擇自己一個人去有一種嘅所謂叫退縮，或者係想有一個安靜嘅環境。所以如果喺呢啲嘅節日嘅時候，我哋其實可以提供一個所謂叫適度嘅空間俾佢，尊重佢，但係同時都可以主動去同佢聯絡或者俾一個溫馨嘅電話，或者俾一個訊息你而家心情如何啊？我喺呢度，你想唔想同我一齊傾一傾啊？即係喺啲特別嘅節日嘅時候咧，我哋唔需要特別多做，但係我哋可以發啲信息，要睇下佢嘅性格因為能夠明白，因為有陣時每一個人佢哋需要一個空間咧係唔同嘅。咁如果佢話覺得佢可以你可以嚟佢屋企陪住佢嘅時候，呢個係一個商討嘅過程啦。咁但係我哋唔好期望話呢啲節日等等，即係期望有任何一個嘅情緒嘅大嘅改變，反而我哋係保留呢一個尊重嘅安全個空間，但係我哋會係不侵略性地去邀請佢，或者係打電話俾佢發信息。我諗呢一個係可以做，亦做得比較係穩妥嘅一個接觸點。嗯。咁有個觀眾就問啦，佢話佢係一個如果一個容易受感動嘅人啊，佢適唔適合做陪伴同埋聆聽者？容易受感動。好，首先我哋點樣理解咩容易受感動咧？容易受感動係一個好有情感，即係我講靈敏度高嘅朋友嚟嘅，即係我哋 emotional sensitivity 係高嘅，靈敏度高、情感度高。但係首先，如果我聽完之後，我好容易俾對方流淚，仲快過對方咧，咁呢個我哋就會問：咦，首先佢係咪觸動咗你自己個人嘅情況？因為我哋喺心理輔導其中或者分享就係心理輔導裏面其中有一樣我哋要小心，就係話當事人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咧，我哋有一種咧會被佢哋嘅分享可能誘發咗我哋自己個人嗰個嘅情緒上或者未化解嘅情意結啊。咁如果我哋唔能夠當下或者分開翻佢哋嘅情緒定我嘅情緒咧，如果佢講我已經感同身受到喊晒出嚟嘅時候咧，可能自己背後有好多情意結未化解，咁可能我哋就未必喺當下嗰陣時係適當去做一個聆聽者啦。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個好容易受感動嘅時候，我哋能夠保持翻分覺到呢個係我聽到你嘅情緒，我感受到你嘅感受，但係我哋唔好變咗佢嘅感受就係我嘅感受。咁呢一個有個即係巧妙位喺呢度，亦白啲講就係話我哋唔好代入咗變成咗當事人。咁呢個係反而我會有一個提醒啦，俾自己同埋俾大家。另外有兩位觀眾問嘅問題其實都係相似嘅，就係話咧
佢有個隊友遇難，咁暫時就未有特別嘅反應嘅，佢其他隊員都未有特別嘅反應嘅，咁但係應該點樣去幫其他呢啲隊員去梳理佢哋個情緒咧？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或者即係等我感受下先。喺個隊裏面，喺個隊嗰度有個隊員遇難，咁佢其他隊員雖然未有情緒反應，但係應該點樣去輔導或者梳理其他隊員嗰啲情緒？第一，失去戰友，我咁講啦，失去戰友就係一個失去一個嘅聯繫，呢個係一個重要嘅衝擊。未有情緒反應，唔係冇，係未表現。情緒一定有反應，即係話每一個喺個隊裏面，每一個嘅隊員，其實佢哋嘅情緒世界已經係被衝擊。喺裏面係一個好大嘅漩渦，自己喺裏面喺度糾結緊。咁可能我哋做嘅話咧，要留意就係話，首先我哋頭先我喺呢個片段裏面分享咗就係話情緒嘅醒覺，即係我哋可以將啲簡單嘅資訊啦，我哋遇到呢一個嘅失去戰友，我哋有一啲嘅情緒上啲嘅衝擊。我哋呢啲反應係正常，嗱，正常唔係即係代表係OK 啊，正常，又話我哋有呢啲反應係正常嘅。如果各位嘅戰友或者你感覺到你需要一個聆聽，你感覺到係想去傾嘅時候，係話俾佢聽，我在身旁去聆聽去聽。因為如果你話我哋有陣時我會講過有冇 debriefing 災難之後話集齊一齊講一個 debriefing talk 咧，咁都有坊間啦或者係專家啦同埋文獻都講過站埋一齊做個 debriefing 其實係未必有效，因為正如每一個戰友都有佢自己嘅故事經歷，反而我哋會話咧就係話我哋俾一個空間聆聽嘅空間，如果你需要嘅時候，我哋可以大家 one to one 去。等佢打開心窗去傾，咁我會建議係用呢一個方法咯，就係首先佢哋唔係冇情緒反應，佢係未表露出嚟，但我哋要承認，即係話係情緒反應已經出現咗喺佢內心嘅世界啦。唔知答唔答到咧？係好由於時間關係咧，或者我哋答多一條問題就要完今次嘅講座啦。如果之後再有個別嘅問題咧，就頭先陳博士其實都提供咗好多方法俾大家去諮詢或者尋求協助嘅。咁最後一個問題咧，或者咁有啲朋友咧就覺得自己咧就冇去災區去幫助啲災民咧，會覺得內疚啊，咁可以點做咧？咁樣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角色嘅，我哋唔係一定要親身去到災場或者係做做自己認為應該做嘅嘢，我哋有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幫手。如果係當下我不能做一個聆聽者，或者我未能夠處理到自己情緒嘅時候，我咪資源提供啦、資訊上嘅分享啦等等，我哋喺唔同個位去揾自己可以做到啊，唔係夾硬要去做。反而我可唔可以資訊分享，或者整理物資，或者喺一啲嘅實質上，我可以感覺自己去覺得我可以咁做到，但係我係自己去評估，然後俾翻個建議，呢一方面我可以做到。咁其實唔需要去自責內疚咯，因為我哋能夠幫人嘅心喺度，已經懂得我哋需要欣賞自己。咁，因為我見到最後一個問題咧，我都想好快答嘅。點樣處理離世親人嘅物品啊？我覺得首先第一件事咧，喺坊間即係詳細咧，可能稍後希望有一個環節可以講。但係簡單啲，我希望大家唔好咁快逼自己去處理親人嘅物品。因為自己嘅情緒都未處理好，都未能夠接受親人係永久離開自己嘅時候，自己嘅心都係離地嘅，
係完全係虛，亦即係話自己所做嘅嘢嘅判斷啊，或者大腦裡面咧，其實未能夠俾一個有意識嘅建議俾自己嘅時候咧，我哋唔好逼自己去處理問題，以為收埋佢擺埋佢一齊就睇唔到就當處理到，呢個係好可能會令到自己有二次嘅創傷，甚至一下子將佢諗住處理咗，甚至拋棄嘅時候咧，可能隔一段時間嘅時候咧，你係會好多遺憾，所以我哋唔好急唔好快。如果親人嘅物品等等，可能將佢整理擺好佢先喺一個角落，甚至可能係咧俾喺度安靜一個空間，知道自己話我暫時未能夠處理，但我希望能夠我有心力嘅時候會處理你留下來嘅物品。再賴多句就係話，如果喺工作環境上，如果喺工作上有同事佢哋因為呢件事嘅離世等等咧，請喺佢嘅位裏面留翻佢嘅物品，唔好即刻搬走晒拎走晒，因為人去但係情還在，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咧，都係留翻暫時將佢嘅物品留喺度，或者俾個空間時間俾同事寫心意卡，或者表達佢哋嘅哀悼嘅情感，做一個簡單嘅哀悼嘅歷程先，唔好一下子啲嘢處理，又會第二個人坐去嗰個位置。咁所以呢啲係要講 humanity 有人性化啲嘅處理呢啲傷痛嘅歷程啦。係希望我能夠分享到大家嗰個感受同埋一啲方向。好，再次非常之多謝陳瑞璡博士嘅，咁啊抽空同我哋講解同埋解答呢個問題嘅。咁呢個時間我將時間交翻俾我哋訓練經理關惠芝女士嘅，唔該晒。咁再一次多謝陳博士啦，亦都多謝大家咧喺過去1小時咧去參加我哋今次嘅災難情緒支援嘅講座啦。咁記得有需要好似陳博士咁樣講啦，要珍惜自己，要愛惜自己，先愛惜到身邊嘅人。咁袋住阿陳博士剛才所講嘅精神健康急救箱啦，要去有需要，除咗揾朋友之外咧，如果再有更多嘅需要咧，記得要尋求專業嘅協助。亦都如果想了解聖約翰更加多咧，就歡迎大家上翻我哋嘅網站啦 www.stjohn.org.hk。咁下次有機會再見啦，拜拜。多謝大家，多謝晒，多謝，拜拜。